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嚟到上環嘅呢間兆誠行買啲香薰油送俾內地嘅朋友。咁可能如果大家睇開小紅書嘅話，對呢間鋪頭仔應該都唔陌生。咁都係簡單介紹翻啦。呢間兆誠行係舒淇介紹嘅香港老字號香薰店，咁啊導致好多遊客專登過嚟買啲手信啊、自用啊，或者送俾朋友啊咁樣。鋪頭入邊唔大，每次入邊最多只能夠有8個人。入咗去之後，你就一路可以試聞。咁當然，如果你確定係要買邊隻香薰嘅，你就直接同老細講，咁就唔使排隊啦。我喺鋪頭入邊見到唔少有內地嘅朋友啦、台灣嘅朋友啦，甚至係日本嘅朋友，咁用來買做一件紀念品，其實都唔錯。入咗去之後就一路試聞啦，由上至下係大樽到細樽，咁就按你自己嘅需求去購買啦。需要自備現金同埋八達通。同埋最細樽嘅價錢都係80蚊啊、90蚊啊、百零蚊啊，甚至係200幾蚊都有。再睇一睇佢哋嘅營業時間係每日嘅朝頭早9點半去到晏晝嘅5點半，跟住星期六係休息嘅。佢哋鋪頭仔都有一份詳細嘅說明，寫到明你買返去啲香油點樣做法，你可以滴喺香薰機啦、擴香石啦，甚至可以做埋香水。咁詳細嘅話你就 cap 圖，跟住自己慢慢去睇啦。佢哋鋪頭裝修好簡單啦，一部年代久遠嘅收銀機啦，一個算盤啦，同埋2個收錢收到手軟嘅老細。最後如果你有乜嘢想問嘅，就喺評論區度問我啦。唔該晒啦，拜拜。